的景致，无论明日水无比吼。无论是出日，无论是落雨，无论是好天，啊，无论是风台天，咱拢感觉是非常的感谢上帝吼。啊，山水花木好光景，日月星辰照光明吼。啊，伫第三节说，为着你目的福气，我们耳朵跟眼睛，耳朵可以听，眼睛可以看吼。啊，咱做一个基督徒上重要啊，爱注意。昨昏吼，牧师伫上课内咧讲，咱吼爱听。爱看，爱讲，爱想，爱行，哦，这五项哦，基督徒基本的东西要这五项哦。爱安怎听？好好啊听，爱听人讲，爱听人讲话。人伫讲话时，就毋免安尼一直，反正就是你自己最大，你自己最会讲这样哈。然后呢，啊，爱听爱看，我们用眼睛好好的看，哦，我们看每一件事呢。好的事呢，那个捡起来；歹事，歹代志，咱当作咱的警惕，吼。那我们呢，要讲哦，讲这个更重要。咱若要讲出来的话，是毋是会去伤害到人？真注意吼。所以我们的言行非常重要哈。然后过来就是讲，咱的思想，我们的脑子里面在想什么？你头壳内底若想歹的物件，你行出来就是无好的啦吼。所以咱就爱想。天顶上帝好的所在，唔通讲想讲啊，咱为了自己的利益，然后做很多不利于别人的事情，也不利于自己的事情哈。最后一个就是要行，怎么去走？你要怎么行出来？让你的想法、你的做法、你的东西能够走出来。啊，行你才能够帮助别人啊，对不对？不是只是把它放在心里呀，然后享受上帝的恩典啊，然后就什么都不做，这样也不行哈。所以呢，这五项哦，咱会记哩哦，爱好好听，爱详细看，爱讲话爱细致，爱温柔吼，啊，爱好好想，头壳内底爱想上帝的代志，想天顶的代志，唔好想咱人的代志，因为人有足侪需要的吼。啊，咱来好好给伊行出来哈，这个是很重要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首。479首，救主话耶稣愿意来听。哦，阮来遮敬拜上帝，咱伫即个所在安静，会当上帝来听咱的声音啊，咱来会当非常的注意来听上帝的声音，吼，这是上重要吼。救主耶稣愿意来听，我们咱的金泉秀啊，很好听的一首诗歌。
一日大富，困求你相思。请咱摒下咱的心，备办心来敬拜上帝。入去兄弟平安，时间已经到吼，请咱把咱的手机啊关机，也是全程震动，互咱会当会当虔诚来敬拜主。来啊，咱就鞠躬敬拜，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养饲的百姓，是伊手的羊。请咱做伙吟诗来学乐上帝。圣诗65首，圣诗65首，为着美丽的地面，为着美丽的地面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为着美丽的地面，为着
有也令稳重，天地兄弟我最想，我的最后的重要，为了我和平家庭，也的只为被不见，天天对就好朋友，关心看不够温柔，天地兄弟我最想，我的最后的重要，为了自己的位，被被受伤万点对，相信万点甲真情，对情生活甲明显，天地兄弟我最想，我的最后的重要。请咱议员徛地，同心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勒岛任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就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父的大边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的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，请咱同心来启应。启应文20字，启应文20字，也就是诗篇103篇。伫圣诗的后面，启应文20字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。愿那伫我内面的，也着学乐伊的圣名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。毋通袂记你一切的恩惠，伊赦免你拢总的罪，医好你拢总的病，伊救赎你的性命，脱离死亡，用忍耐甲慈悲做你的免流，用好物祝你的心愿。互你福到少年亲像鹰鸟，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，也无照咱的罪恶报应咱。因为天离开地遐尔悬，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尼大。当离开西有偌远，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也是遐远。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？耶和华怜悯敬畏伊的人也是安尼。因为伊知咱的体质，少年咱是苦粉，论到人，伊的日子亲像草，伊的远望亲像山林的花，经过风一个吹就无去。伊的冤威袂阁淋漓。总是耶和华的慈爱，规日敬畏伊的人，对永远到永远。伊的公义也规日行行顺顺，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。伊让伊的教示来尊谈的人，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，伊的国权管辖万项有。恁遮有独权的天使啊，听伊的声，行伊的命令的，
拢着学乐耶和华。恁遮的罪孽西塞，行伊所欢喜的，拢着学乐耶和华。恁一切受伊创造的，伫伊所管理的单位，拢着学乐耶和华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学乐耶和华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创造的主上帝，愿感谢你，愿对你的慈爱甲疼痛来献阮的感谢、学乐甲认罪。阮对亲近你，发觉家己的罪性甲无完全，伫即款绝望甲无奈的中间，愿感谢上帝。为阮来准备拯救赦罪的方法甲机会，伫上帝的施恩，主耶稣的降临世间，伫十字架顶来死，无阁受死实通囝的所连束缚陷害，搁活，互阮世间才会罪人得到赦免罪，搁为着阮人类带来喜乐甲盼望。为着安尼，阮献上阮的感谢甲学乐。主啊，阮嘛要求你怜悯阮，因为阮为着阮一切的过失，心内见笑甲忧愁，恳求你赦免阮的罪，洗清阮一切的误会。求你光照阮，也帮助阮，会当伫你的光的内面来活，行你的道路。当阮要听主的真理，求主感动阮的心，奋起阮的灵。也求你甲蔡伟民牧师伫地，圣灵充满伫伊，互阮会明白牧师所要教示阮福音的真理，互阮听入去，也有好的行为，跟对主的脚步来行。愿将一切的敬拜摆咧伫你的面前，愿阮的敬拜会诚侪芳芳的者，得到你的感纳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恭敬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使徒行传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使徒行传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。有一日，下晡时3点祈祷的时间，彼得甲约翰上圣殿。有一个出世骹一摆的人，逐日互人光来下伫圣殿，迄个叫做水门的门口。通对入圣殿的人求乞。伊一日看到彼得甲约翰伫要入去圣殿，就求因写示。彼得甲约翰注目甲伊看，彼得对伊讲：“看我。”因就注目看因，看会当对伊得到啥物？彼得对伊讲：“金银我拢无，我将我所有的互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起来行。”然后彼得牵伊的正手，甲伊扶起来，伊的骹甲骹目随时有力，就跳起来徛地，搁行，甲因做伙进入圣殿。哪行哪跳，哪学了上帝。众人看到伊哪行哪上赞上帝，搁认得伊是平常坐伫水门门口伫求乞迄个人，就对伫伊身上所发生的代志，感觉真奇怪，着惊。愿上帝赐福听听伊的话的人，愿荣光甲学了归伫伊的性命。即时主日学要带咱来学了上帝。因要吟的诗歌是凭你一行。
愿一切四个歌声，诚侪芳芳的节，达到上帝的面前，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恩。今仔日蔡牧师要为咱来证道，伊要分享的题目是：你想要得到什么？你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当互我搁倒来到咱南阳教会有一段时间，无甲大家做伙来敬拜。嘛真荣幸吼，真荣幸，今仔头一届有2场礼拜，我就像白老鼠一样吼。头一届甲大家做伙用2场礼拜来服侍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这个世间有危险无？怎么没有了？有危险吧？有。4月初2，大陆区火车意外悲剧，显明交通公安的危险。搁来莱猪伊的争论，迄个2013年已经来一届，迄个来牛，到今年搁咧讲这个代志，这就代表什么？食安政策的危险。就是什么？捌有听过鲑鱼之乱有无？改名，人要做菜鲑鱼，还是什么鲑鱼安尼？这代表社会价值观的崩坏。郑校长应该有感受到哈，少子化跟国际化的危险，会互咱教育的危机甲变革产生一大威胁甲危险。所以，当拄到社会这个变革、这个危险的时阵，咱拢会一个想法：爱改，咱爱改变，政策爱改变，法令爱改变，制度爱改变。若无改变，咱可能无法度度过这个危险。总是我嘛相信，当大家咧讲着爱改革的时阵，嘛有一个声得出来。真侪时阵，我无想要去改变，我无啥愿意去改变。我的朋友安尼就好，我的工作安尼就好，当然钱较济较好。像我的厝住伫遐就好，是毋是安尼？咱常常就是一个我要改变，个我无想要改变，即款的矛盾中间过咱的日子，是安怎会有即款的矛盾？其实就是伫共一个问题顶面不断伫遐说，就是我想要得到一个物件，来互我感觉到安全。总是今仔日的圣经中间，咱有看到一句所有基督徒拢真熟悉的圣经节，一句话叫做“金甲银我拢无，干那将我所有互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起来行。”这个故事大家拢熟悉的，拄啊，咱的我一书有甲咱读过。
伫差不多下晡3点的时阵，彼得约翰行去到水门，伫迄个圣殿的水门遐有一个洗来摆脚的人，伫迄个所在共分。伊是洗来摆脚，所以爱有逐工有人甲扛去到水门迄个所在。所以伊伫遐看到来来去去要来入圣殿敬拜的人，望因会当摕一寡钱互伊有通食。这位这就是伊的人生，这个摆脚的人的人生。重要的毋是干那别人安尼认为，伊家己嘛习惯安尼。伊习惯逐工到时阵就去迄个所在，坐伫迄个所在共分，会当得到小可钱，会当回家会饱。我相信，这个摆脚的人细汉的时阵，伊嘛真望会当行，会当走，会当跳，会当亲像别个囡仔共款去上课去读册。总是一年一年来，伊慢慢放弃这款的愿望，甚至愈来愈屈服，做一个乞食的命运。上落尾，伊甚至认为讲这就是理所当然的。当伊习惯做乞食了后，伊做乞食变成做伊理所当然的。伫做乞食生活中间，伊所关心的是甚物？伊敢若关心逐工会当分到偌济，但分到较济会当去食拉面。啊，若分到较少，就食胖安尼尔尔。伊无在意讲是甚物人摕钱互伊，伊嘛无在意讲伊人用甚物款的物件，用甚物款的心情、甚物款的表情摕钱互伊。伊敢若认为讲，对伊来讲，今仔日会当分偌济上重要。兄弟姊妹，其实咱是毋是有时阵就亲像这个摆脚的人？我敢若在意我的工作，敢若在意我的薪水、我的奖金。我子女教育的时阵，咱渐渐其他的代志产生冷漠。我敢若注意这的事，别个代志我就无咧注意啊。我伫学校咧教生死学的时阵，有爱学生读一本册，叫做最后14堂星期2的课。我相信在座有的人有看过这本册。这个册就是有一个记者，等于看伊大学的教授，伫大学读册的教授，啊，这个教授因为伊得到迄个不治之症，特别过身去，总是伊的头脑真清楚，等于是讲伊伫真清楚的头脑，这个下面来面对伊的死亡。伊去14届，多拢逐礼拜日，所以伫迄个所在伊有真好的交通。这个教授有讲过一句话，讲太侪人就算因做家己认为重要代志，嘛是半困半清醒，因为因所入的目标，因所追的目标唔对。伊个讲，问题就在伫大家拢是匆忙忙的慌慌张张伫遐咧追求，却无停落来想看觅伊求的对啊唔对。因世界无赢，无用挑吹，因干那想讲后一间厝，后一台车，后一个工作，总是因发现，当因追求的拢是空的时阵，因个继续追求别项物件。咱即摆我都讲过，当咱干那在意咱的工作、咱的薪水、咱的奖金、咱的子女教育、咱的注意力干那放伫这个代志的时阵，对边仔其他的代志就产生冷漠。眼光伫倒位，咱的注意力就伫倒位。我绝对无相信讲，干那一个注意数字的人，伊会对人性有同款的关心。当咱干那注意讲，我的业绩，我的趁钱，然后讲啊，趁个听后我钱趁有够，我才过来服侍。我真怀疑会讲这句话的人，伊敢做会到？常常除非咱有真强的决心。嘛，若无常常照人的软弱，拢是互生活较赢，互欲望较赢，互习惯较赢，敢毋是安尼？所以，咱要来看速度安怎做。咱回到今仔日的圣经节，第3节记载讲，这个摆脚的人看到彼得甲约翰入圣殿，照过往伊祈求伊的救济。彼得甲约翰因无照一般人看都不看，吼，目睭安尼无咧甲看，啊，凊彩吟一个10块银仔甲夹落去。彼得安怎讲？彼得自行看伊，然后嘛爱要求这个人看阮，所以伊有看无？圣经记载伊有看，伊咧看望会当得到什么物件？
彼得伫这个时阵停落来看拜开人，这真重要。这是咱基督徒，这嘛是常常咱咧解说圣经的人真罕得有时会去忽略的。看是基督徒帮助人第一要紧的步调。有看才有关心，若无关心，就看袂到别人的痛苦。彼得对耶稣三当。虽然干那三当，总是伊看到耶稣是怎样去关心社会边缘人，看到遐社会互气杀的、无互重视的人。因伫耶稣上天了后，伫信仰共同体，因在做因成立教会了后，伊嘛体验到团契生活。迄款就亲像《使徒圣经》第2章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40记载讲。因同心合意，逐工伫圣殿聚会，佮伫逐人的厝分享爱宴，用欢喜纯洁的心，做伙共道，学了上帝，保持好的关系。彼得伊去圣殿，伊有即款的生活，伊知影做一个基督徒就是安尼，遮尔和谐，爱去关心人的需要。所以当因到圣殿，伫别人看拢理所当然的景象。伊伫圣殿外口看到啥物？看逐人行来行去。有的人入圣殿要来祈祷，啊，然后有一个人摆开人伫外口伫遐咧坐，几啊十年拢安尼，人看了就是理所当然，看了真熟悉，逐礼拜拢安尼啊，几啊年拢安尼，几啊十年拢安尼啊，总是彼得伫别人看做理所当然的景象内底，看到这个需要的人、需要怜悯的人，伊自行看伊。上时嘛，这个人自行看。兄弟姊妹，伫这个所在有两种视野。摆开的人在看，摆开人在看什么？摆开人看彼得。兄弟姊妹，咱基督摆开人是需要的人，伊毋望得到的人。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逐礼拜来教会做礼拜聚会，所有兄弟姊妹拢斗阵，咱做伙祈祷，咱做伙唱圣诗，咱做伙奉献，做伙伫这个所在读圣经、唱圣诗，大家拢共款，总是要领受恩典，要互生命改变，毋是伫我边仔的人会当甲我改变，是啥物？是我家己爱甲上帝有好有亲密的接触。面对上帝时阵，兄弟姊妹，我请问恁，恁看到什么？来教会，恁有自信看主无？来教会，恁有自信将恁的需要摆在主的面头前无？上帝在看恁。等恁即摆到教会时阵，上帝就在看你们了。上帝在咧看恁啊！相款，恁也着自信看上帝。你的感恩，你的艰苦，你的软弱，你的惊吓，你的困求，你拢亲身爱向上帝来困求。第二，彼得在看，咱拄讲的是摆开的人在看，啊，彼得在看，伊看到人真正的需要。伫这个所在，我向各位来忏悔。我的囝，我上细汉的今年考大学，所以他的面试资料有一小部分是我写的。昨天都要去面试那个文化大学社会福利学系，文化大学社会福利学系啊，我帮他写备审资料时阵，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，爱，这是德蕾莎修女所讲的话，听是伫对方的需要，看到家己的责任。彼得伫大家看做平常的景象中间，伊看到了需要怜悯的迄个摆开的，伊知影这个人有欲望，伊知影这个人需要受改变，总是伊无钱，伊无法度摕钱斗相共，总是伊有信用的关联来甲支持。你姊妹，咱伫生活中间。咱伫教会中，咱伫工作中，咱伫甲别人接触的过程中间，是毋是有时嘛会因为咱的听来看到别人的需要？我伫这个所在特别爱搁强调，咱毋免燃烧自己去照亮别人。那安尼咱伤忝。咱咧做啥物物件？
咱来将咱手头有的5块饼2尾鱼，咱来将咱手头有迄2个小钱摕出来帮咱人。各位，你拢会记得这个故事吗？这个互5000人吃饱的真正是出对上大先生对对开始，是对迄个囡仔人对5块饼2尾鱼愿意献出来。耶稣学了这个奉迄个寡妇，是因为伊愿意将伊所有2仙钱、2个小钱摕出来。兄弟姊妹，咱毋免倾家荡产去帮咱，咱只要将咱手头迄个5饼2鱼2个小钱摕出来，甲人分享。上帝听要透过这个媒介，互5000个人得到稳定。上帝要透过咱小小的帮助，咱的听心，互众人得到祝福。第三，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拜卡的人咧看的时阵，伊拜卡人咧看彼得的时阵，伊望对遐来得到。彼得无互金钱，彼得甲讲安怎？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命令你起来行。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介重要，因为咱常常拢是奉咱家己的名在做代志，对不对？在奉咱家己的名在做代志，代志接物，咱拢活伫奉家己的名的现实生活中间。我性命有艰苦，我性命有困难，我先奉我家己的名来解决，想办法解决。我都解决，我才来奉某一个朋友的名来斗相共。听下我所有会当找的人拢找有，搁无法度的时阵，我只好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拯救。心内底安尼想，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嘛。兄弟姊妹，你们还记不记得？恁个会记你讲我过去讲的时阵所用的4句联，还记得吗？台湾人的信用，台湾人的信心状态就是祈祷还祈祷，各位记得无？祈祷还祈祷，烦恼还烦恼，烦恼就来祈祷，祈祷了继续烦恼。各位亲爱姊妹，我的意思不是讲咱有困难就双手双脚敲开开，主啊，求你来甲我拯救。我只是要问，当咱的性命出现问题时阵，请问恁将上帝摆伫倒位？恁将上帝摆伫第几位？爱做的代志，犹原爱继续做；爱解决的代志，犹原爱继续解决。总是将上帝擺第一的人，伊会得到信心，伊知影主要为着伊来开路。总是无办法再来求主的人，会一点仔信心拢无。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摆开会当来行；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青面会当看见。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甚至死人都当过活。所以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困难会当得到解决。兄弟姊妹，恁有信无？有无？恁的信心阁无够。恁有信无？上帝互咱有一个真好的关联，互咱一个真好的英文，就是咱所读的圣经节。来，咱做伙来读这段这个圣经节，就伫咱的 PPT 顶悬。咱做伙出声来读，来，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恁若白求什么，伊要因为我的名赐予恁。过去恁无奉我的名求什么，但恁求就要得到，叫恁的喜乐通我满足。约翰福音16章23节到24节，这就是基督互咱上大的特权。上落尾，咱要得到什么？咱主先看耶稣，咱嘛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恳求，要求什么？要求什么呢？这个拜开的人看彼得，望会当得到什么？恁认为讲伊想要得到什么？伊要摕到钱嘛，对不对？对伊来讲，伊一世人，伊逐工上第一关心的，就是我会当分偌济钱。可能是物质的好处，但是讲就算无钱，伊嘛得到一个会当祝福的话也可以啦。总是我相信伊绝对想袂到，伊家己会当得到什么？行路。伊已经不会记得，伊上需要的就是会当行路的一双脚，对不对？伊做去食做伤久啊，伊敢若知影我欠钱，
伊袂记你我欠卡。弟兄姊妹，咱伫世间上久，所以咱往往干那是，咱会记讲，咱欠钱财，咱欠车、欠厝、欠银两、欠股票、欠地位名声权利，咱干那会记你讲，若是我的囝考无好，会无前途，会写咱的面子，会扣甲。咱是不是袂记你讲，咱真正需要什么？我们真的需要什么呢？一个虔诚听主、平安知足、会当勉励安慰人的人，减无比一个会腰缠万贯却自私刻薄的人，更较值得信任吗？当咱面对死亡、面对生命抉择的时阵，你认为讲是银两较重要，还是永远的确据较重要？咱要得到什么？你莫问我唔知你要，我唔知影咱兄弟姊妹，大家人各自需要什么，我唔知。总是耶稣基督给咱一句话，我相信解释师。恁爱先求上帝的国，甲上帝的义，就这个你所欠缺，拢要加添互恁。会记你无？会记你这句话无？我唔知影恁需要什么，唔是什么人知？谁知道？上帝知啊，所以当你求上帝国、甲上帝义时阵，伊就要将恁真正欠过的，才要靠恁，会赐予恁。兄弟姊妹，我们没有办法帮别人决定他们需要什么，但是咱的囡仔，我感觉我的囡仔需要什么，他也不同意，对不对？有囡仔的人，特别是什么青少年，今仔日唱歌囡仔，过几啊年，伊嘛来讲，你不知道我要什么，是不是安尼？我们都觉得，咱无法度决定别人需要什么，就算伊家己嘛唔知，就算伊家己嘛唔知，干那什么人知？干那上帝知。兄弟姊妹，就是因为咱有限，咱唔知影未来，却掠准会当预测，甚至会当掌握未来，所以才会认为讲，我想要爱的，就是我需要的，我想要的，就是我需要的，未必啦。掠准我想要爱的，就是我需要的。所以，当上帝所赐无符合咱的想象，无符合咱各所期待，我就认为迄唔是恩典，不对，唔是安尼。只有上帝知影咱真正需要什么。所以我今仔日若要知影我家己的需要，我大心安怎？我大心甲上帝和好，透过耶稣基督甲上帝和好，得到和好的关系了后，有伊的眼光，透过上帝的眼光回头看我家己的需要。我才真正看会到我的需要，才知影上帝所赐的拢总是好。咱需要什么？咱的教会需要什么？咱的教会要面对60周年嘛，要面对60周年啊。咱到底需要什么？咱想要得到什么？无人会当替别人回答这个问题。有的人一世人嘛，唔知影家己到底需要什么，因为因拢是用这个世间来看家己。我确信，当咱真正自信看耶稣，专心专意仰望伊的时阵，我咱要得到伊的眼光，咱会看到未来咱的走向，会当看到咱的教会未来的走向。当咱真正了解。真正求主的国甲主的义，就是降服伫主的主权，而且照着信耶稣来甲伊和好的时阵，和好的时阵，咱会知影咱需要什么。求上帝照伊的好意款待咱，求上帝照伊的恩典款待咱的教会，互咱的教会继续成做宜兰地区的光甲盐。咱三个来祈祷。神的平安的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过去，阮掠准讲，阮所想的，就是阮所需要的。总是阮袂记你，只有你会看所有的代志，你才知影阮真正的欠缺。但阮谦卑伫你面头前，奉你的名求讨，自信看你，也看边仔所欠缺的人。主恳求你，伫即时将你的圣神赐予阮，互阮明了阮的欠缺，互阮看出别人的需要。互咱会当成做你活活的见证，互阮的教会成做上帝对南洋地区上大的祝福。安尼祈祷奉主所圣名求，阿门。
那即摆，因为我用1分钟的时间，因为我今仔日是带着任务来的，带着奉献带来的，就是为着大众传播主日来奉献。咱知影即摆的宣教，毋是干那家己坐，咱坐伫迄个礼拜堂，就宣教成功无？因为来做礼拜拢是信耶稣的人，遐无信耶稣的人，拢伫厝内底搁咧乌乌困，对不对？要怎样用遮的人来宣教？一个真重要的方式，就是透过网络，透过宣教的方式，都有网络跟迄个媒体宣教的方式。所以今仔日，咱望会当有份做伙，伫这个网络，伫这个媒体宣教，互咱大众传播，会当透过上帝关联，互有愿这个秘伫厝内底遐人，会当接受上帝的听。我举一个例，我的系即摆改名做宗教文化与资讯管理学系。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向，就叫资讯，数位行销。数位行销透过做网络的影片，透过做，所以我有一个课叫做那个圣经与数位影像传播，就是透过我搬一个圣经剧，大家可能无熟悉圣经，总是看这个剧了后。因知影哦，原底圣经所讲的是这个，伊会当用上轻松的方式来接受这个福音。咱的总会嘛是做这个事，总是需要大家的支持，所以请大家今仔日看到这地下的人，莫甲伊拗拗的放伫落地下底，将咱落地下底内底的奉献，放一寡放伫迄内底，互咱有份伫这个宣告的时间，我相信。以后，当咱去到天堂的时阵，会有无熟悉的人甲你讲 thank you。无你将来毋捌接受过因，总是因为恁的奉献，伊有机会接受福音入去天堂。望以后咱伫天堂有真侪人咱讲 thank you， 谢谢。愿主会当感动咱，付出咱实际大道甲奉献吼。即时，请咱同齐来吟诗，回应上帝的话。圣诗479首，圣诗479首，救主耶稣愿你来听，请起立为全首。
请坐。即时，咱来感恩的奉献，请王娟慧、庄芳梅两位执事来施献。请坐。请咱三甲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伫手报遐哈。今日的金句是《使徒行传》第3章第6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3章第6节。彼得对因讲：“今文我拢无，我将我所有的互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命令你起来行。”要伫报告进前，有咱来真欢喜，正讲有推轮椅去养老院推，珍爸坐在哪里？哦，后面。好，来，我们拍手，跟嘛有一个新的朋友，为之若，请站起来，让我们拍手欢迎你。好，真欢迎，伊是听到咱的诗歌，家己入来，家己入来教会，所以这礼拜后，请咱
大家甲伊相招呼，吼。好。咱来看报告的事项。今仔日是大众的团部主日，真感谢蔡维民牧师代表该中心吼，来咱本会请安甲正道，我代表教会，谢大家。第二，咱对今仔日开始有2堂的礼拜，请咱爱注意，第一堂的时间是9点半，第2堂是11点，吼，那第3礼拜后要接续开成人的主日学，会后嘛有要开中级会小会，吼，请咱同工着爱留步。第4点，成人主日学，因为23咱咧中级要改选，佮过一礼拜30，咱是野外礼拜，所以为着安尼，咱着上课到5月16为止。第5点，咱若有登记新办的圣诗的人，因为咱为5月就开始要用新的圣诗，拢会放伫咱的椅仔顶，毋免阁收转去吼。5月开始，咱就用新办的圣诗。你若是有登记的，请你去办公室拿钱，甲摕你的新圣诗吼。第6点，请伫第1堂甲第2堂侍奉的同工，尽量爱拨空来参加拜5暗8点的那些的培训，互咱的礼拜会当愈顺遂吼。第7点，你若是有要申报所得税的迄奉献证明，已经甲你放伫你的十一奉献的袋子里面，请你家己去摕吼。第8点，下主日是青年曙光的纪念主日，请咱嘛为着青年曙光来关心大道甲福音。第9点，就是伫咱5月23，就是圣灵降临节迄日，咱有要来守圣礼典，甲中级的改选。你若有想要受洗礼的人，请你紧紧来报名，吼，因为你爱上完洗礼前的必修课，即个课程，爱通去含闭光长老会当好好来参详你的时间，上课的时间。第10点，5月30，咱要去野外的礼拜，吼，请你报名是到5月16为止，报名费200块，请你若有报名的还袂到的，摕去办公室交互干事。第11点，咱要60周年的纪念刊节已经刊足侪摆啊，已经5、6月日啦，所以请咱过目，吼，请咱家己过目。具体的消息，永暗，头前教会会招咱教会要开因的小会。第2，5月7日下昼时1点半，伫5个教会有南洋区的迄个联谊会，请要参加的妇女团契的会长毕爱杰来报名。第3点，心中的职场事工，伊的迄个讲座，我们也是真侪摆啊，吼，真久啊，所以咱家己看。第4点，5月7、8，或者是9点到12点，咱伫咱教会有主日学的教材的研习会，请主日学老师尽量爱参加，尽早报名吼，跟校长报名。第5点，5月19，伫和平教会，上联部有一个专题失智症的预防，吼，失智症的预防，若要参加的人，请王监会执事来报名。第6点，5月21，咱有迄个英华桌游的代理人的培训课程，伊名也是拢总过，我若无记毋就是应该是50个，也毋知几个人报名，所以请咱若要参加的人爱把握机会。好，大道的事项，请咱看，咱的牧会函，并附上咱的代祷，吼。下面的注意事项，
请咱家己看，吼迄个顶周的风险报告，请咱若家己过目，事项表，请爱事项的种子，还是事项者，请你家己过目，斟酌你的时间，互咱会当搁愈顺时。会计报告还是带传真，拢请咱家己过目。有订单，你会当甲会计还是干事来订正。来，兄弟平安。咱伫遮个补充介绍一位宜兰教会曾英杰教授吼，来到伫咱的中间甲咱同齐做礼拜，咱欢迎伊。好，我嘛是。歹势，无快。个迄个蔡木孙牛吼，嘛伫咱中间，咱真欢迎伊。迄个。咱也未报名即个邀约礼拜，兄弟，请尽量早赶紧吼。你若时间已经安排好势，安尼就赶紧的来报名，安尼互干事这边则较好整理。因为阮嘛需要甲即个即个场地迄边遐爱甲因报名，讲到底咱总共是要偌济人去吼。所以请咱兄弟会通来斗帮忙，来赶紧的来完成即个代志吼。那咱伫咧过来吼，那咱的迄个请咱的迄个商人团体的兄弟，那对迄个桌游有兴趣的，请嘛赶紧的报名吼，因为你若无赶紧的报名，迄个名额若去用接去就无啊吼，所以尽量早赶紧来报互咱会通安尼以后咱若。因为这是叫做师资培训啦，吼。以后咱若讲伫咧咱的教会，咱若亲像讲咱的每一个月的第4礼拜，吼，第2礼拜拜四，吼，即个商人团体乐龄活动，吼，咱嘛会使安排即个桌游，吼，会通安尼甲社区的遮个兄弟嘛会通有一寡安尼活动，透过桌游，所以请咱安尼会通来斗3工，哦。来同齐来斗参与，另外就是迄个请咱过去伫咧迄个请咱填写迄个意见调查表的兄弟，若有写着意愿要参加第1堂甲第2堂复赛的兄弟，请会记哩拜5吼，共款下南8点来到伫教会，咱要有即个培训。透过安尼每一届的培训，互咱会通更较知影要安怎来参与伫咧教会的奉事。吼，以上报告。请咱同心阿头来祈祷，全能上帝，你已经施恩互阮，互阮通伫即时会当按你来祈祷，因为你捌应允讲。既若2、3人奉你的名组织祈祷的，你的确要应允听因的祈祷。但阮恳求你帮助，用阮今仔日的耳孔所听到的真理，栽种伫阮的内心，互阮会当结出好的果子，通来荣光你。今仔日是大众传播的主日，求主你感动阮。用实际的行动来关心本宗的媒体，甲文字的宣告时间，付出阮的大道甲奉献。求主赐予阮的政府以及文武百官，小说因有智慧、仁慈甲德行，来敬畏上帝，听人为百姓多谋好的政治。主啊，我嘛知出日落雨拢是你所定，2项嘛拢是花目甲阮所欠用的。阮踮伫宜兰这个所在，虽然有丰富的雨水，总是中南部欠水真厉害，影响真侪民生的问题。求主施落春雨来润泽土地。主啊，我嘛要为着伫武汉肺炎中染病的
也是伫太鲁阁号车祸死伤的人甲家属来祈祷。虽然阮知，阮所有的一切，拢是你所想事，互阮的是你，摕去的嘛是你。你的念头赢过人的念头，你的道路较悬人的道路。阮袂当测度你的作为，总是阮知你是公义佮慈悲怜悯的上帝，求你照顾、保守、扶持因的心灵，互患者会当通过医生的医疗，早一日恢复健康。也求你安慰拄着死失的家属，互因得到安慰甲扶持。全能的上帝，阮要为着奉你的名来设立的南洋教会来祈祷，求你互阮每一个人伫你的面前，拢会当家庭健康、热心亲近你，也互阮各部门拢会当谦卑合一，分辨上帝你善良顺转的旨意。而主会当放下阮家己的主权，互主你来掌管，行伫主所欢喜的道路顶面。互人甲人和好，也甲上帝和好，帮助阮会安分守己，照你的教示来兴起一切的成功，互阮得到坚强，佮得到你的恩赐，救阮脱离死亡，互阮完全倚靠你的大恩，补足阮一切的欠缺，互上帝国早日实现伫阮南洋教会。但阮也要为着阮的肢体来对你求讨，因为你捌讲，恁着三对人做，三体祈祷，通得到医好。义人的祈祷，伊的力量有大功效。主啊，阮知阮的肉体是土的器躯，常常会拄着损伤，受到细菌的影响，也是病毒的感染。致到阮的肉体有病痛、痛苦、甲衰烂。阮知阮是有限的，智慧不足，做病痛，毋是现代医疗设备，也是医生所会通医治的。总是阮确实伫人袂会的，伫上帝凡事拢会。主啊，恳求你，互阮的兄弟王义然、路人杰病会当得到医治。体会当得到恢复，也求你，互阮侪侪兄弟姊妹，因的心灵丰盛甲勇健，也互长辈因的生活拢有平安甲喜乐。主啊，愿你听阮恳求的声，阮亲信，阮所有的祈祷，你拢要听。那阮要用主所教示阮的祈祷，同心祈祷讲。阮伫天然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面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，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要赦免过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咱做伙来吟上言512首，上言512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。吟诗煞，请林耀新牧师祝祷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主上帝，只有你知影阮真正的需要，阮人需要伫主耶稣基督内面，主阮需要大先甲主你搁好，互阮也会通甲阮家己搁好，互阮有会通真正明白阮家己的需要，才会通了解主你其实你所想诉阮的，才是上好的。但愿你亲自圣神亲自引带保守阮、感动阮，互阮真知影阮需要啥物，互阮会通对你领受对你来的丰盛的祝福。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，佮愿恁的心、甲魂以及身躯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，拢得到保全，无通嫌。要吊恁的是信息，伊要诚意。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正人三个伫地，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。阿免。请坐。我双联团契有